你有冇試過星期六日返去深圳行下，去到超市或者街市見到啲豬肉、蔬菜嘅價錢，真係嚇到個心都離一離。你冇睇錯，喺深圳賣15蚊一斤嘅豬肉，嚟到香港竟然變咗88蚊。點解會咁離譜？如果話蔬菜同埋牛肉貴1、2倍，我哋或者仲可以用運輸成本、鋪租嚟安慰下自己，但係豬肉竟然係貴咗足足5倍。呢個差距到底去咗邊？係咪有人喺中間食咗水？定係香港個屠房制度入面收埋咗一啲唔可以告人嘅終極黑幕？今日我就同大家逐層拆解，由上游嘅批發到中游嘅屠房，再到下游嘅街市零售，睇下到底係邊個搬走咗我哋啲錢。好多人會話香港租貴，人工貴啊嘛，係，呢件係事實。但係如果你話租貴人工貴，咁點解牛肉唔係貴5倍？點解菜心唔係貴5倍？偏偏就係每日都要食嘅豬肉貴得最唔合理。我哋首先要睇下呢個數字，15蚊同88蚊，呢個唔係我亂噏，係好多主婦上到深圳之後最直觀嘅感受。喺深圳，普通豬肉可能只係需要10幾蚊人民幣一斤，折合港幣都係20蚊左右。但係你行入去灣仔、北角或者大埔嘅街市，稍微靚少少嘅梅頭或者豬展，標價88蚊、98蚊甚至過100蚊都係閒事。我哋先由源頭講起，香港嘅生豬基本上超過90%都係由內地進口嘅。根據現行嘅制度，有一個名詞大家一定要識，就係代理商。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面，香港嘅生豬供應其實係由五豐行呢類代理商高度集中管理嘅。雖然而家話開放咗市場，但係嗰種壟斷嘅影子仲係周圍都係。你想喺內地買豬落嚟香港，唔係話你喺農場買完，架車直接開過文錦渡就得㗎，中間要經過層層嘅檢疫、報關，仲有最關鍵嘅配額制度。好啦，當啲豬架車經過文錦渡入到香港，第一站去邊？就係去屠房。香港而家主要得2間大屠房，一間喺上水，一間喺荃灣。呢度就係黑幕嘅第一層。啲豬入到屠房，唔係即刻變豬肉，而係要經過一個叫拍賣嘅過程。呢個拍賣制度其實好得意，亦都係最容易產生價格操控嘅地方。如果你係一個細嘅肉檔老細，你係冇資格入去拍賣嘅，你一定要透過一個叫買手嘅中間人去嗌價。呢啲買手係咩人？佢哋其實就係掌握住全港豬肉命脈嘅人。想象下，當全香港嘅豬都集中喺呢1、2個地方，而有權嗌價嘅人就係嗰幾個。如果大家達成一個默契，個價錢仲點會跌落去？呢度就涉及一個屠宰費同埋買手佣金。喺香港，屠一隻豬嘅費用比起內地高出好多倍。人哋內地大規模自動化屠宰，成本平到你唔信，但係香港仲係維持住一套非常傳統，甚至可以話係效率唔算高嘅方式。加上香港嘅檢疫要求極度嚴格，雖然係為咗食安，但每一層檢疫都係錢，呢啲成本最終全部轉嫁晒俾消費者。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咁牛肉呢？牛肉唔係一樣要過關，一樣要檢疫咩？點解牛肉貴2倍左右，但豬肉係5倍？呢度就要講到鮮活同埋冰鮮嘅區別，同埋香港人對暖水肉嘅情結。香港人好執着要食新鮮豬肉，即係所謂當日屠宰嘅，因為要維持呢個鮮字，物流成本就變得好恐怖。豬隻一定要生生猛猛咁運過嚟，運送途中嘅損耗、位置、排泄物處理，全部都係錢。而蔬菜呢，雖然都要鮮，但係蔬菜嘅批發市場相對競爭大啲，運輸亦都簡單好多，一籮一籮咁搬就得，唔需要好似生豬咁要咁多特殊處理。但係最令人生氣嘅黑幕，其實係喺零售環節入面嘅潛規則。你以為街市檔主標88蚊，佢就賺好多？其實好多檔主都係幫地產商打工。香港街市嘅鋪位，一係就係領展，一係就係私人大業主，或者係嗰啲街市承包商。
一個細細嘅肉檔，月租可能要10幾萬甚至20萬。你每日要賣幾多斤豬肉先夠交租？如果你賣15蚊一斤，你賣到手軟都交唔起租。所以佢哋被逼要將價錢抬高。而且香港嘅豬肉市場入面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肉商同零售之間嘅垂直整合。一啲大嘅連鎖肉店，佢哋自己有買手，自己有物流，甚至喺屠房有自己嘅勢力。佢哋可以控制供應量，當市場豬肉多嘅時候，佢哋唔一定會減價，反而可能減少入貨嚟維持高位。呢種價格剛性令到香港嘅豬肉價錢一升就反唔到轉頭。我哋再對比下蔬菜，點解蔬菜賣88蚊會冇人買？因為蔬菜容易替代。你菜心貴，我可以食生菜，我可以食西蘭花，甚至我可以買外國進口嘅急凍蔬菜。但係新鮮豬肉對於香港家庭嚟講係一種必需品，煲湯要瘦肉，蒸肉餅要梅頭。好多老人家覺得冰鮮豬肉冇肉味，呢種消費習慣就變成咗肉商口中嘅肥羊。佢哋知道你一定要食，知道你嫌冰鮮肉唔好食，咁佢咪可以肆無忌憚咁加價咯。仲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咗嘅點，就係香港嘅屠房壟斷導致嘅資訊唔透明。喺內地，你可以好容易查到今日生豬出欄價係幾多，屠宰後嘅批發價係幾多。但係喺香港，上水屠房每日拍賣嘅成交價雖然有政府數據，但係嗰啲數據往往係一個平均數，入面嘅水分有幾大？有冇買手私下達成協議？外人根本無從得知。曾經有業界人士爆料，話入面啲豬嘅質素參差不齊，但係好嘅豬同差嘅豬，拍賣價錢有時竟然差唔多。呢度入面有冇涉及一啲回傭或者優先揀貨嘅潛規則？呢啲就係所謂嘅終極黑幕。再講，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深圳嘅豬肉可以咁平？除咗因為人哋有自己嘅農場，最重要係人哋嘅供應鏈係一條龍嘅，由養豬、屠宰到配送到超市，中間冇咁多層嘅買手同經紀。香港呢？由內地農場到代理商，代理商到五豐行，五豐行到買手，買手到批發商，批發商再到零售檔口，每經過一手就要加多10%到20%嘅利潤。呢度加下，嗰度加下，最後咪變咗5倍咯。大家可能又會問，既然係咁，點解香港政府唔理？其實政府一直話要維持市場自由，唔想干預物價。但係問題係，而家呢個唔係一個完全競爭嘅自由市場，而係一個被少數買手同代理商把持嘅半壟斷市場。當一個市場嘅入場門檻高到普通人根本入唔到去，例如你攞唔到牌照入屠房叫價，咁呢個市場嘅價錢就自然會脫離現實。我哋試下計下呢筆數，假設一隻生豬喺內地買返嚟係2000蚊港幣，運到香港加埋各樣費用變咗2500蚊。但係經過拍賣之後，可能變咗3500蚊甚至4000蚊。呢1500蚊嘅差價就係喺屠房入面消失咗嘅。然後批發商攞到豬分拆之後，好肉嘅部分賣貴啲，骨頭賣平啲，但係為咗覆蓋嗰筆高昂嘅批發價，佢一定要將梅頭、豬展呢啲熱門部位標到好高。仲有一點就係香港嘅人工成本，雖然話係原因之一，但係咪真係值咁貴？香港一個熟練嘅斬豬肉師傅，月薪可能要3萬至4萬港幣。點解咁貴？因為後生仔唔肯入行啊嘛。呢個行業嘅斷層導致人工成本居高不下，而呢啲成本最終又係由你同我呢啲消費者買單。但係就算加埋人工，都解釋唔到嗰5倍嘅差距。最核心嘅問題，始終係嗰個唔透明嘅供應體系。其實呢幾年多咗好多香港人去深圳買餸，甚至有啲代購出現。點解？因為大家真係忍唔住啦。當科技咁發達，資訊咁流通嘅時候，你仲想用幾十年前嗰套資訊差嚟賺香港人錢？呢個現象其實係俾緊一個好大嘅警號俾香港嘅食安部門同埋競爭事務委員會。
如果我哋唔去檢討過生豬拍賣制度，唔去打破嗰啲買手嘅壟斷，香港嘅豬肉價錢永遠都只會係天價。我識得一個喺街市做咗30幾年嘅老前輩，佢偷偷地同我講，其實好多時唔係冇豬，而係有人唔想有咁多豬。當供應量一多，價錢跌，佢哋嘅利潤空間就會縮。所以維持一個微緊縮嘅供應狀態，對嗰班中間人係最有利嘅。呢種操控比起明目張膽嘅加價更加陰險。所以話深圳15蚊，香港88蚊，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經濟現象，更係一個社會問題。佢反映咗香港喺維持民生必需品供應上嘅無能，亦都暴露咗我哋整個批發零售體系嘅僵化同埋貪婪。蔬菜同牛肉之所以只係貴2倍，係因為佢哋嘅供應鏈相對短，或者有更多嘅進口來源，例如外國進口牛、本地農場菜。但係豬肉因為極度依賴內地生豬同埋本地屠房，就變成咗一個封閉嘅圈子。大家下次去街市買豬肉嘅時候，見到88蚊一斤，唔好只係埋怨個檔主，檔主可能都係受害者，佢都要面對高昂嘅批發價同埋租金。真正食緊肉、飲緊血嘅，係嗰班隱藏喺屠房背後，操控住拍賣錘仔，利用制度漏洞嚟賺取暴利嘅無形之手。如果要改變呢個現狀，香港一定要引入更多嘅競爭，例如係咪可以開放更多嘅屠宰牌照？係咪可以容許零售商直接同內地農場對接，減少中間買手嘅層次？又或者我哋係咪應該反思一下，係咪一定要食暖水肉？如果冰鮮肉嘅質素可以提升，供應可以更加穩定，打破咗新鮮豬肉嘅神話，咁呢班中間人仲點樣可以攞住個價錢嚟威脅我哋？講到尾，生活壓力大，大家想食好啲係好正常嘅要求。但係當食一斤豬肉都要考慮過、計過度過嘅時候，呢個社會就真係病咗。我哋唔係要求香港嘅嘢要同深圳一樣平，畢竟成本唔同，但係貴5倍呢個數字，無論用咩理由都係講唔通嘅。呢個終極黑幕，其實就係一個由壟斷、制度缺失同埋地產霸權共同交織出嚟嘅網，將每一個香港人都網喺入面，避無可避。大家諗下，2026年的今日，我哋嘅科技已經發展到可以送人上火星，但係點解我哋食一塊豬肉，仲要被呢啲幾十年前嘅舊制度剝削？呢個問題值得每一個香港人深思。如果你都覺得香港嘅豬肉貴得離譜，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多呢啲隱藏喺日常生活中嘅真相，記得要多啲留意呢類資訊，因為唯有當所有人都覺醒，都開始發聲嘅時候，嗰啲躲喺幕後嘅利益集團先會感到壓力，呢個5倍差價嘅神話先有機會被打破。再講多少少關於蔬菜嘅對比，點解菜心只係貴2倍？因為香港其實仲有一部分本地菜農，雖然產量唔多，但起到一個制衡作用。加上蔬菜嘅進口渠道非常之多，除咗文錦渡，仲有好多係經海路過嚟。呢種多渠道供應令到中間人好難完全封鎖市場。但係生豬唔同，法律規定一定要去特定屠房，一定要經過特定檢疫，呢種法定壟斷先係最致命嘅。所以當你下次喺深圳超市見到嗰啲平到笑嘅豬肉時，唔好只係覺得羨慕，你要明白嗰個先係一個正常市場應該有嘅價錢。而我哋喺香港俾緊嘅，除咗係豬肉錢，仲有一大份係俾緊壟斷費、地產費同埋制度僵化費。呢個黑幕如果一日唔拆解，我哋嘅生活成本就一日都唔會降落嚟。其實呢件事入面仲有一個好諷刺嘅點，香港政府成日話要推動大灣區融合，要做到1小時生活圈，但係點解喺民生最基本嘅豬肉上面，兩地嘅差價竟然可以越拉越大？如果真係融合，點解唔可以簡化生豬嘅流通？點解唔可以容許深圳屠宰好嘅鮮肉，用最快嘅速度，例如半個鐘內運抵香港街市？呢啲都係技術上完全可以做到嘅嘢，但係點解冇人做？係因為做唔到，定係因為會動到某啲人嘅奶腦？我哋睇返啲數字，
1970年代嘅時候，香港仲有好多本地豬場，嗰陣時嘅豬肉價錢相對穩定。但隨住城市發展，本地農業被邊緣化，我哋將所有籌碼都放晒喺進口呢一條路上面，而且仲要係單一來源、單一代理。呢種做法本身就充滿風險，亦都係今日天價豬肉嘅伏筆。2000幾年嘅時候，已經有人提出要改革屠房制度，但係最後都係雷聲大雨點小。點解？因為背後嘅利益關係網實在太複雜，牽一髮而動全身。每一次有豬流感或者咩疫情，豬肉價錢就大條道理加價。但係當疫情過去，供應恢復正常，你有冇見過豬肉價錢大幅回落？好少，甚至係冇。呢種只升不跌嘅怪現象，正正就係壟斷市場嘅特徵。佢哋會話成本上升咗啊嘛，人工加咗啊嘛，總之就有成千上萬個藉口去維持高價。我聽過一個買手講，佢哋喺屠房嗌價，有時其實係做戲，大家心入面有個底價，邊個攞邊批貨，其實一早有默契。呢種叫合謀定價，雖然喺法律上好難捉到證據，但係喺業界入面已經係公開嘅秘密。你一個新人想入去搞亂個規矩，你根本連豬都攞唔到。呢種黑暗比起任何電影情節都要真實，都要殘酷，因為佢直接影響緊每一家人嘅晚餐。大家唔好以為呢件事同你冇關。如果你唔食豬肉，咁你食唔食餐蛋麵？你食唔食叉燒包？你食唔食雲吞麵？呢啲全部都要用到豬肉。當原材料貴咗5倍，所有相關嘅食肆都要加價。最後，豆腐嘅係全香港嘅打工仔。我哋努力工作賺返嚟嘅錢，竟然有一大部分係攞咗去供養呢班不勞而獲嘅中間人，諗起都覺得心酸。所以，我哋今日拆解呢個黑幕，係想大家明白，香港嘅高物價唔完全係因為資源短缺，更多係人為造成嘅。制度嘅漏洞、監管嘅缺失，加上利益集團嘅貪婪，先至造成咗深圳15蚊、香港88蚊呢種荒謬。我哋需要嘅係一個更公開、更透明、更有競爭性嘅市場。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作為消費者，我哋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力。雖然我哋未必可以即刻改變制度，但係我哋可以選擇我哋嘅消費方式，多啲嘗試冰鮮肉，支持一啲直接同農場對接嘅小型肉檔，或者甚至係減少對單一肉類嘅依賴。當呢個市場嘅神話慢慢崩塌，當壟斷者發現佢哋唔再可以予取予求嘅時候，改革嘅機會先會出現。希望今日呢篇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睇清個真相。呢個世界冇無緣無故嘅貴，只有你唔知嘅黑幕。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記得要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知，特別係嗰啲每日辛苦去街市買餸嘅爸爸媽媽，等佢哋知道貴唔係佢哋嘅錯，亦都唔係因為佢哋唔識揀，而係因為個制度本身就係針對住我哋嘅錢包嚟設計嘅。我哋唔可以再坐以待斃，唔可以再任人魚肉。雖然改變係漫長嘅，但係至少我哋要由知道真相開始。2026年，我哋希望香港可以變回一個更加宜居、更加公義嘅地方，而唔係一個連食塊豬肉都要被剝削5倍嘅城市。呢個終極黑幕，今日我就揭開到呢度。下次大家去街市嘅時候，望住嗰啲標價，希望你會有唔同嘅諗法。大家加油！我哋下次再傾更深入嘅內容。